亲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落座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5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5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，解说甲正见自地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即马要来继续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发心、报心及化心。三心本来是一心，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即马继续呢，要来解说这道理。在前面呐，就是讲咱自性心中呢，本来呀有佛性；自性心中呢，本来呀也是有属于邪灭之性。所以假如咱自性心中那是发起了正见之用啊，那分呢就是在自性心中。假如讲那是引起了邪见三毒，安尼魔呢就是点在咱的心中啦。所以必须呢以这个正见来消除三毒心。会当以正见来消除三毒心，本来在咱心中的魔呢就变成佛。这是在前面所讲的道理。即马进一步说明，就是要来说明三心佛的问题：发心、报心及化心。三心本来是一心，发心就是讲以法为心，以真理为心，名叫做讲做发心。发心既然是法，既然是真理，这个发心呢，就是一种的无形无相的物件。这个发心真理啊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真如自性，也就是咱常常伫咧讲的自性清净心啦。这个报心呢，名叫做讲做圆满报心。这个圆满报心呢，就是讲咱众生来修行啦，也来得到迄个正业的果报。这款的成夫呢，名叫做讲做圆满报心。第三，这个化心呐，就名叫做讲做应化心。这个应化心呐，就是讲佛伊来修行成道了，为着要来教化众生，也就随着众生的缘呐，变现了种种的身躯种种的身份来去教化众生。像观世音菩萨的32应身啦，也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名叫做讲做千百亿化身。这个千百亿化身的意思呢，就是讲这个化身呐，会到化算千、算百、算亿无论偌济呢，都拢可以去化。名叫做讲做化身。伫遮就是讲发心、报心以及甲化心，这三心呢，本来就是一心。咱讲三心本来就是一心呢，这个发心呐，这是一种的理体，就是属于体啦。报心呢是属于相，化心呢就属于用。所以名叫做讲做发心、报心以及甲化心，这三心呐，本来呢就是一心。佛
伊有发心，咱众生呢同款有发心。因为佛伊证到了真如自性，所以不但是有发心呐，搁再有这个报心。也证到真如自性了呢，伊得到这个圆满报心呐，就会当好应化，教甲一切世间来去教化一切众生。这就是佛的发心啦、报心啦，以及个应化心。要咱众生呢，虽然是有这个发心，就是讲咱众生有自性清净心，咱众生呢有真如佛性，但是咱众生的真如佛性，去互迄个烦恼罪业，该埋不掉咧。所以咱有这个发心的理体啊，咱却是无报心。当然也无法度好来应化心来去教化众生，这就是咱众生啊，甲佛有所不同的所在。佛伊有清净的发心，搁再来修行呢，经过了三期修福慧八劫众相好，就是讲经过三大无间几劫来修福来修慧，搁再经过有100劫的时间呢，来证32相80种的随相好，所以结果呢就成佛了。成佛呢就名叫做圆满报身佛。有这个圆满报身佛了呢，就有法度好来将体起用教甲一切的世界来去教化众生。所以三身呢本来就是一心一意。下面讲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讲假若那是向性中会当好来自见，这个性就是咧指自性，就是讲假若咱向自性中会当好自己来看到啥物呢？看到三身本来就是一心。那是安尼呢，就是成佛的菩提因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来当好向自己的本性来去来了解发心、报心、化心，拢具足在自性中。安尼呢，咱就是有智慧，要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，就是一种的成就佛果菩提因安尼才讲做即是成佛菩提因。这个佛的菩提也就是佛的智慧的意思。下面本将化身成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。讲本来呢，将这个化身成这个净性。咱讲做化身成净性呢，也就是讲将这个化身发成了自性的清净法身。本将化身成净性，这句话呢，咱来引起临济大师就是讲临济义贤禅师所讲的话，可能呢，咱就比较容易了解。临济义贤禅师因为广泛呢，讲有一位无为真人在逆自人略经文中放光动地。讲有一个无为真人，这个无为，这个为就是讲界为啦。既然叫做讲无为，就是讲无界为，无差别，无界为，无差别的真正的这个人，
是在咱每一个人的六根文中，六根文中就是在知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中啦。伫这个所在呢，伫在放光动地啊，这个放光动地意思啊，就是起作用的意思。从林这篇大师所讲的这句话，咱来解说本净化身清净性就是讲，这个化身中呢，就是有这个净性伫在起迄个作用。这个化身那是依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，伊的范围呢所讲较宽不但是咧只讲成佛了，也来千变化身来去教化众生这名叫做讲化身。那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个化身呢，凡是将法身理体所起的作用都拢该看作化身。那咧讲起来呢，咱众生的这个身躯，六祖慧能大师也该当作讲就是一个化身。那用这个意义讲起来，本净化身清净性，也就是讲，在咱众生现主时的这个身躯就是有这个净性伫迄个所在，就是有这个净性的作用。这个净性作用，过来讲一个较白话呢，就是有咱的佛性伫在起作用，就像林这义贤大师所讲的有这个无为真人，在咱众生的六根文中，伫在放光动地。教人讲《玉金刚经》讲起来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伊要讲《金刚经》以前就是在伊的行住坐卧中来显示伊的八界妙用。伊呢，甲平常同款，甲一般人同款，伊是一个沙文，也披一披咧，拔体咧，走去甲城内去吐蕃。吐蕃了呢，转来就食饭，食咧呢，骹洗洗咧，都伫遐打坐参禅。伊的行动，甲咱一般人行动呢，也是同款，但确实在这个所在呢，来表示了佛伊的八界妙用。咱讲是表示佛的八界妙用呢，就是讲会穿袈裟，会行路，会吐蕃，会食饭，会洗骹，会打坐参禅。这个作用拢总都是自性的作用。不过佛伊的作用是自性的作用那是咱众生的作用呢，就不是自性的作用。佛法的奥妙就是在这个所在。平平同款去吐蕃，平平同款行路，平平同款食饭，平平同款洗骹了，伫遐打坐参禅。为什么讲咱众生就不是讲八界妙用？佛伊的行住坐卧就是八界妙用呢？佛的行住坐卧就是八界妙用，伊的差别点就是在迄个无分别。咱众生呢，就是有分别。无分别的作用就是智慧妙用，有分别的作用呢，就是无明烦恼、意识分别心的作用。我讲一个较坦白咧，就是讲佛伊披那袈裟，确实呢无披到一条的细线。难道真那袈裟披伫身躯，哪会讲无披着一条细线呢？这就是讲伊佛伊迄那袈裟披在身躯咧，伊无对迄那袈裟生起分别心，无去分别讲这那袈裟是什么款的色，这那袈裟呢布料是好的，是歹的，这那袈裟披了是好披，或者是讲歹披，无这个分别心啦。那咱一般人毋是啦，咱穿衫裤就伫遐咧分别，这那衫裤色水好歹，穿起垃圾，也穿了有假丝无假丝，就知所在去分别。佛
伊披甲衫无分别，这就是八戒妙用。啊，咱众生呢，穿一领衫有分别，这呢就是妄想心的作用。咱都毋是智慧作用啦。所以佛虽然是甲咱共款，伫咧行住坐卧，伫咧过着日常的生活，却是一切无分别。在一切无分别迄个所在所发生的作用呢，就是等于遮所讲的本将化身成净性，就是讲在这个化身的身躯中呢，就生起了清净本性的作用。下面讲净性常在化身中，净性就是众生的自性清净心啦。讲这个自性清净心乃是常在咱的化身中。这个自性常在化身中，也可以简单来讲，佛性就是在咱的众生的心中。咱众生看起来虽然是一个苦恼的众生，咱这个身躯是由四大加合，咱这个身躯呢是由五蕴和合加成，但是呢，这个四大五蕴加合的身躯就是有这个清净佛性的咧。所以净性就是常在化身中。这个本将化身成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，也就是临济义显大师所讲的，有一个无为真人，在咱每一个人的六根文中，伫咧放光大地。搁再讲一个，互咱较容易记起来，较容易了解呢，就是讲咱众生本来具足有佛性，佛性就是在咱众生心中的意思。下面讲成事化身行圣道，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性就是咧指净性，就是讲这个净性呢，使这个化身会当好来行正道。咱一个人为什么会当行正道呢？这就是自性的作用。自性的作用呢，会使咱这个化身来行正道。自性使这个化身行正道，这就是咧指讲咱众生有这个佛性的作用，所以呢，才使咱呢会晓对佛道这条路来去行。用咱众生讲起来，咱众生本来具足佛性，却呢也是有无明的烦恼，也无明的烦恼有伊的作用，咱的佛性呢也有的作用。但这两项的作用到底是倒一边会发挥伊的作用呢？那就看伊的力量啦。这个力量呢，也就是要有外面的经验来个帮忙，就是有外境的帮助。假如讲咱这个佛性有得到外境的帮助，安尼呢，佛性发起迄个作用来就将这个无明烦恼给打倒了。话倒转来讲呢，假如咱的这个无明烦恼也是有外面的因缘来帮助发起作用，可能呢就将这个佛性来给打倒。咱即马呢来提一个比例起来说明，就是讲提一个譬喻起来说明。咱一个人假如讲行来去有寺的所在，也看人伫咧拜佛祖，非常的虔诚。咱看人拜佛真正虔诚，迄当阵呢，也引起咱要来拜佛的心。迄当阵呢，将其他的代志拢袂记哩自自然然，人伫咧拜佛，你也甲人拜佛；人伫咧上经，你也甲人去上经。安尼呢，就是成事化身来行正道。但有一天呢，你即马行，毋是行对佛寺的所在，行去对行去可能伫咧跋筊，
可能伫跋筊呢，本来啊你是毋爱跋，毋过呢，可能伫跋筊伫赢钱咧，迄当阵你的贪心生起啊，你也甲人去跋一下，害啦，就着甲人去跋筊，上起头是赢，但是呢，跋变成输，输你毋甘愿要搁跋看赢袂，结果呢，做一摆拢输了去。毋过迄当时阵呢，就是因为你内心有即个贪嗔痴的烦恼，搁再受到外境的助缘呐，所以发起了贪嗔痴的作用，就将你的本性灭掉去啊。因为本性灭掉去，所以呢，你啊就去做即个毋对的代志出来，那就是讲你心中的即个无明啊发起作用，将你的佛性的作用呢，将它打倒了。将你的佛性的功能呢，给卖不掉去。所以伫遮所讲，生死化身行正道呢，就是讲咱本来具足这个佛性，这个佛性呢，会使咱这个身躯来行对正道这方面来。不过咱会记得讲，是安怎才会当好来生死化身行正道呢？这方面呐。咱佛性的分析是真重要，但是呢，外境的助缘真重要。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人，必须爱选择到迄个好的外境的助缘，也就是讲时时刻刻来接近善知识，时时刻刻呢在佛事在道场的所在。比如讲，咱伫咱厝里要来坐禅，伫咱厝里要来念佛，咱迄个道心呢？当然啦，较比遐尔只勇猛精进。咱去到寺的所在，譬如讲伫咧打佛七啦，大家拢伫咧念佛念个足虔诚，自然啦，你会生起一念的虔诚的心，发这个道心啊，来好好呢，来甲人念佛。那你这个道心，你所发起的这个道心呢，也就是伫遮所讲这个性，就是自性的妙用。所以自性啊。就使你这个化身呢来行正道，下面当来圆满真无强。这个当来圆满真无强的意思呢，就是讲你现在时啊，那是会当好来行这个正道，也当来当来就是讲未来啦，就会当得到圆满真无强，就是讲实实在在啊。会当好呢，得到这个无强，这个无强呢，就是无尽无限的意思，也就是讲，你来行正道，你这个修行的功夫，迄个果报啊，是在未来。那么这个未来，就是当好得到圆满的报身佛，也得到这个圆满的报身佛。该名叫做讲做真无强，这呢有两种意思。这种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圆满报身佛，那咱就是因为证到了无强无尽的法身离体，这个法身伊的体呢是无强无尽名叫做讲做四强三界。行遍十方，咱的法身离体，用时间讲起来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就是无强咯。也行遍十方，就是讲对于这个空间讲起来，那么尽所有的这个空间呐，就是法身离体所在，同款也是无强无尽。所以这真无强，约咱所讲的理讲起来，就是讲你若是会当好由自己的佛性来启发你学去修行，也一直来去修，到有一天啊，你会当好来圆满报身佛，也圆满报身佛当中，你所证到啊，就是无强无尽的真理。安尼叫做当来圆满真无强。不过这个当来圆满真无强，还再另外一种解说啊，就是讲到你会当好得到圆满报身佛迄个时阵，也甲佛同款啊。
会当好应化了无穷无尽的应化心，教甲一切世界来去教化众生。咱有一句咧讲做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呢，也就是圆满报身的发起这个千变化身作用的披露啊。这个月是在天啦，但是在土骹这个所在，只要有水的所在啊，就是有迄个月影啊。面顶的月只有一个。但是下面这个月影呢，你有偌济的沟啊，偌济水啊，就偌济月影伫遐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众生来修行，到甲成佛啊，得到圆满报身佛。然后呢，只要有众生的机缘的所在，咱呢就有法度好来化身，来去教化一切众生。呀，众生是无穷无尽啦。所以呢，咱要去教化众生所化的迄个化身佛啊，也就是无穷无尽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名叫做讲做千百亿化身。那这个千百亿化身，也毋是1000，也毋是100，也毋是1亿，伊这款的固定的数目，也可以讲就是无穷无尽的化身的意思。啊，所以伫遮伫咧讲做东来圆满真无穷啊，约你讲起来会当好来证得无穷无尽的真理。约你本身的化身的作用来讲起来呢，也是会当好发挥了无穷无尽的作用啊，所以才讲做东来圆满真无穷。所以请先听众，咱今节目先讲到。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，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